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阿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咱来讲台湾金雕正侪长，那么拜托天公伯啊来做园人，最好处今仔日来到屏东九如金雕研究所来研究所创啥物？我甲你讲，台湾的金雕故事是讲袂完啦。我甲制作人讲吼，上无爱做7集，但是今仔日头一集，要先来研究所看卖金蕉到底什么品种，会当做什么加工，咱国对着金蕉的防治这个传染病到底安怎做？咱来金蕉研究所。咱来到金蕉研究所，先来看金蕉研究所内面有啥物特殊的品种，啊，为着这特殊的品种到底是咧创啥？来拜访咱这个所长，所长哦，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你台湾人食过这蜜枣，遮大粒哦，遮大粒哦，毋是遮细粒哦，拢是伊品种手下出来的。但是即摆来开始来做金蕉，来去看卖特殊品种。所长，哎，你好，你好，爱先消毒啊哈，爱先消毒吼。哎，哇，好来，放花你来打哦。哎，因为吼，这惊迄个金蕉的黄叶病啦，哦，所以咱来处理迄个。对，爱惊金蕉黄叶病。你甲咱讲吼，咱遮主要这园是要创啥物？啊，问题是讲吼，一般阮伫咧市面上食的金蕉是足大丛嘛，啊嘛是。钙菌衣拢是咱讲的花椒哈，花椒系列，啊无就是芭蕉。啊，咱遮呢是特殊的迄个品种哈，啊就是种瓜较无共款的吼，互游客来的时阵哈，来参观讲，哎有无同的金蕉无安尼？啊，而且无得较以后还佫有可能变做经济上的。哎，当然，嘿，阮嘛是看讲有这个机会无安尼。咱先来看这三笑蕉。三笑蕉啊吼，恁看听伊的迄个品种名，你就知影讲，伊拄啊三笑冠吼，三笑冠就是咱的腰际的部分吼，伊就会当抽迄个结果啦。各位看一下吼，这个哎呦，已经有。啊，这张嘛是，这张嘛是，嘿。哦，这是呢。哦，遮就有安尼，遮就有吼。伊咧生的时阵吼，介想要捧花，安尼足水的，看水的，看水，啊会价值哦，会价值，当然啦，系啊。哦，无这即马这台北咧流行呢。伊吼黄的时阵吼，我讲我足像个迄个狗啊安尼有无，山猴子一样吼，慢来食。黄的时阵我就慢来食。黄的就会使食吗？对啊，伊这吼，因为伊收细皮吼，阮袂去甲伊规个剪落来，剪落来去催熟嘛，我袂去做这，啊，就是互伊栽赃黄，啊，就直直拌来食。哦，三笑蕉吼。嘿，你看这嘛是迄个啊，这就是开始抽，开始开花啊哈，足水的哈。所以伊毋是一般的这金蕉会倒头。较袂，伊就是倒头嘛是一束啊，像啊捧花安尼。哦，是。无得甲以后流行哦，新娘结婚的时阵，才捧这个金蕉花啊。多子多孙啊，多福气，招福气，招财宝。对啊，咱过去中华有一个俗语讲，中华金蕉12丛。哦，拜托天公嘛做唔人，做去倒，哦，做去花88枝安尼哈。哇，安尼讲这金蕉啦。这我讲袂出来。无，这三笑蕉吼，啊，佫有啥物较特殊的？这特殊的吼，种足可惜就是一种哦，这蓝石的呢？嘿，伊是咱讲的蓝雨蕉吼，伊是伫咧蓝雨吼找到一个完整啦。哈，啊，伊这金蕉吼，是我所有食过的金蕉内底吼，迄个酸气上有的。啊，伊的果嘛是迄个柑仔色的，柑仔色，啊，足好食的，我足爱的啦，因为酸酸甜甜，比芭蕉更较酸啊。较酸。哎呦，嘿，啊，伊这吼。伊的迄个伊的金蕉吼，咱会当家做果干吼，酸酸甜甜吼，啊，伊的色水啊足水的，因为柑仔色，是目前这所有金蕉内底，我感觉是
我上爱啦，因为伊哦，这若用低温甲烘起来就干吼。对，就水的，嘿，有点像这个橘色了，嘿，刚刚木桂色啊。有一点，嘿，没有那么颜色那么深啦，但是就是哦，我就爱啦。我阁唔知影咱大武啊，阁有这蓝树椒呢。是啊。哦，这是原生种啦。是。啊，咱这个牛角椒。哦，牛角椒就是伫迄个咱的迄个中南美洲哈。啊是伫这个菲律宾啊，东南亚，大家拢最爱食迄个牛角椒，甚至哈。阮常常拢接到电话，就是要来买迄个牛角椒，因为牛角椒咱讲的是大椒，哦，较大鼻啦哈。伊伫个较大耳嘛是较大鼻，吼，啊因拢是伫中南美洲吼，因拢爱有去煮，有去煎，蒸、炒、煮、炸都可以。就是淀粉较济啦。是，啊，阮有一个同事是贝里斯的吼，伊就是直直甲我讲。所以咱家吼牛角椒较少吼，咱是毋是会当生产？因为阮就思乡病吼，拢就想要食这个牛角椒啦，所以阮正嘛是有繁殖足济啊。啊，特别好供应啦，对啦。叫伊供应迄个人客啊，因为足济来敲电话来问啊，真诶，我无甲你。是，哇，这真济，哦，这还佫有这红皮。红皮啊。咱讲的迄个苹果椒，因为伊的色水就是红色的嘛。哦，就红皮，即摆市面上有人，在地迄个较内山所在有人咧卖呢吼。对，嘛是酸酸甜甜，像迄个南花椒一般的芭蕉安尼同款。哦，较芭蕉款吼，较芭蕉款，吼 ，OK， 啊，这就是合掌椒，这是吼咱讲的，像迄个这来自泰国嘛哈，它就是像那个果串这样，对。合酱，全部都合在一起哦。你要食时阵吼，一定要改配，两个皮跟皮会连做伙嘛，你改配好开。跟双胞胎安尼啦。对，个上下嘛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你得一定要改剥开。唔是生甲。嘿，你看，个又称作辣椒啊，像辣安尼啊，规个看起来像。是规辣安尼吼。足够水的。所以因这在泰国，因嘛是无做经济生产，嘛做经济生产。生产呐，嘿啊，拜拜就好个呀。拜拜就好，这嘛这样用拜拜做生意吼。对。哦，那拜寿果的时阵哦，拜这呢吼。对。哇，咱还佫有其他的。哦，咱讲的变异椒的是，因为阮这组织培养过程当中哈，足侪会偶尔会有一些那种黄白斑出现，那种变异椒很受欢迎。有的所有人来家收讲伊要看水。因为这是突变种嘛。好，所以个老种的。对，我们会较特殊的，我会起来种啊。好。我连刚会举办拍卖会啊。个叫人来。咱家可有拍卖会。慢慢我们在酝酿当中啊。好。啊，其实吼，他说所长讲了一个重点，这个各式各样的吼，咱那个保留了，咱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咱还去做组织培养。是。吼，所长刷来要带咱来看吼，如何来做这组织培养？组织培养呢，对咱农民，对着咱台湾金蕉的经济有什么贡献甲影响？好，咱到你来看。好。所长，这是这个。做什么饮料哟？哦，无啦，你看起来该成饮料吗？嘿啊，我俩这是恁家有咧出饮料啊咧。无啦，这是咱迄个做组织培养的时阵哈，迄个伊的培养机。哦，培养机哈。培养机是什么意思？哦，培养机哈，这内底哈就是有迄个菜盐。菜面内面有菜盐。哦，都看一个。这就是有菜盐哈。哈。有看到吧？这种结冻啊哈。是，这菜盐哈，内底阮阁有配一寡迄个皮肤生长吼，要用的糖啦，还是营养分伫内底。会当脱生啊。嘿，对，这就计成咱的知影土壤同款啦。所以本体是水，放了差不时间差不搞了，伊就坚起来。对。刷来吼，咱把迄个扫起来以后，咱灭菌。扫起来要灭菌哦。灭菌。灭菌吼，伊内底才有无菌的环境下吼，咱的迄个。才好生长。所以你讲吼，原来讲
香蕉若摘啊，爱先对恁家开始用这组织来甲挂落，爱甲放落去，啊，才会生摘啊出来。是。所以过去咱台语咧讲的，吼，香蕉生囝为囝死啊。哦。就是爱对遮来啦。哦。啊，这么遮就是爱所长恁来生啦。哎，这新生对，让它重生。哦，所以咱他看到有这个农民来买摘啊，就是这个意思。对，因为咱伫个干那内底吼，咱就是用分身组织的概念，让它哈切几啊袋，啊，直3代就是切到6代吼，差不多一个头吼，会当到差不多2000张左右。一个头2000张？嘿，就是嘿，你等下就会当看咱后边迄个生产的过程。好，咱继续来看。哎，你真趣味呢吼，哦。谢谢。来，咱看这班苗吼，这班苗内面啊，佫遮济了，所以唔是安尼规个，就是去卖人哦。这是爱规个甲分解出来吼，啊，佫放入土壤内面，再一栽一栽卖给农民，一栽偌侪钱？12块。哦，所以咱哦，真正是咧，核心来的。咱继续，咱来看，咱上后尾一个整完成。好，咱即摆来个整完裤，所长啊，咱这整完裤看起来，哇，敢若实验室咧。啊，这内面哪有 AAA 啊，有 AB 啊，写到一个，这是安怎讲啊？哦，这吼，我得爱请阮的迄个研究员哦，苏助理研究员来大家介绍。主持人你好，哎，你甲咱看吼，这顶头哦写洪都拉斯，这我看有啦。啊，这下边顶头啊写12，这是较 A 种的吼。是。哦，但是这大部分有的写 AAA， 啊有的写 AA， 啊有的写 AB， 这是什么意思？哦，这就像咱迄个咱人的迄个 DNA 吼，有迄个几倍体。好，啊像这 AA 就是2倍体，3A 就是3倍体，啊过有4倍体。是安尼。啊 A 甲 B 是安怎分呢？哦，这 A 吼，伊这个 A 甲 B 基因吼，伊原始有2种香蕉的物种。哦，香蕉拢对这2个太祖传出来。是。一个亚当，一个夏娃啦。一个叫做尖椒，一个芭蕉。哦，啊，2个夹出尖来。椒甲芭蕉。对，啊，伊夹出来种的所有香蕉拢是伊夹出来种。哦，所以因的特性就对这2个一直传。是。啊，所以咱咧在写的时阵来写讲，伊3个 A。对。啊，伊有2个 A， 一个 B。对。哦，安尼来个记载。是。啊，咱这个整完裤主要的目的是要创啥？咱这个整完裤吼，主要目的吼，这个国际吼有一个这个香蕉菜椒协会，吼，伊是一个比利时菜椒协会。香蕉菜椒咱讲的主是菜椒啊，咱讲的主食椒啦。哦，加菜的菜啦。对。菜椒协会。然后一般香蕉有迄鲜食椒嘛，啊有的是主食椒，就是人迄这个东南亚啦，这个中南美洲、非洲，应该当做是蛋白质咧食。对。淀粉咧食啦。对。淀粉咧食。啊，这个香蕉菜椒学会吼，因伫迄个比利时种中心成立一个迄个香蕉保存交换中心。啊，所以因即马已经保存1500种以上。1500种。啊，咱遮咧？咱遮吼，因为因时阵惊讲中原的无去。啊，所以是1993年的时阵吼，甲咱签约，建立这个香蕉亚洲的保存中心算做分行啦。对。啊，这个就是这个叫做1986年是成立的这个保存园，因为阮刚开始吼是伫迄这个田间温室保存，啊，因为田间吼有即马有迄香蕉有病的风险啊，风险情况不如坑的对，讲较安全啦。是这个意思啦。是的，敢若挪亚的红椒共款。对。坑的遮吼，较袂去败害。是。但是我头仔看到迄边，迄是啥物物件？一粒哦。我相信观众朋友哦，过去敢若听过讲，台语咧讲吼，香蕉生囝为囝死啦。但是其实哦，咱即马细汉时阵哦，咱食的香蕉内面啊，讲乌安尼一粒安尼吼。对。即马几乎大部分拢无去安尼。嘿，即马吼，因为吼，啊，这是啥物？咱即马一般食的香蕉吼，因为这个组织培养关系，伊是无性繁殖，所以你香蕉掰开的时候，你看，看无籽。嘿，其实你注意看，有啲白白籽啦，迄是退化的籽，迄是无功能的。啊，如果咱用2倍体来杂交吼，有可能会产生这个
这个经济。哦，这种经济咧。对，啊，你来看这画较大粒，吼，画较大粒，代表是伊的倍数较济，可能就是伊是较大模，会较粗样，吼，伊的倍数愈济，啊愈粗，啊伊的金蕉籽就愈大粒安尼。哦，你敢唔看过金蕉籽遮大粒的？吼，遮大粒的呢？哦，敢若臭药丸啊呢？哦，啊，佫有较细粒的，这大当金轮塔玛利，哦，啊，有这茶椒，哦，较细粒的，啊，有这种色的呢？嘿，这是地用今年的经济，这是一种品种，这是一种像这种地用今年，这是观赏的观赏蕉，啊，伊的经济。看咧，敢若连珠共款吼，敢若连珠共款，这种经济啦。是。但这经济可能即摆你甲种个单位会发袂。这经个无法度啊，这算就是观赏用嘿啊，因为伤久啊，伊其实已经无活性了。哦，看受起。对。所以你头讲你的菜椒就是这啦。对。啊，所以咱咧讲吼，金蕉的成分内面除了淀粉，还佫有其他啥？金蕉吼，金蕉有淀粉、糖类，伊有膳食纤维，啊，最主要是伊有钾离子，金蕉钾离子。跑马拉松的。对，就是讲，你若阵，你若是去较袂救筋啦，安尼意思。哦，咱钾离子吼，对咱的迄个高血压、心脏血管都有帮助。对。所以咱咧做金蕉加工的时阵，伊的淀粉会对咱产生着一种，有当时咱是要食这淀粉的感觉，但有当时无要食这。啊，但是我替观众朋友来问吼，是。金蕉会食落会酸高，嘿，迄是虾米成分，还是虾米反应是来造成的？咱的金蕉的口味。这个金蕉口味吼，其实伊有足一种因素去影响啦。一般咱栽培管理嘛有影响到，吼，一般咱后边的吹色嘛有影响啦。嘿，啊，所以你讲有时阵食较酸，可能伊的这个黄的激素还袂够。嘛有可能吼，但是有人感觉讲，芭蕉可能较会酸高。对，芭蕉迄就是伊的特色，吼，所以咱芭蕉也做酸甜椒，酸甜啊，对，迄是芭蕉迷人的所在安尼。哦，所以这个加工的时阵就产生了千变万化。是。咱研究所内面我甲你讲，我已经偷食足侪种啊，有够好食的啦。咱刷来看，咱金蕉的加工品。对咱台湾的产业一定还佫有更较大的贡献。卖互伊安尼收浓稠，你得加一寡迄个矿泉水，滚水冰的啊，冰的这个矿泉水，也是比例哈，跟各位讲哈，就香蕉1，牛奶1，这冰水1，拍起来就足好啉啊。以台湾金蕉的研究来讲，尤其伫这个品种，无就是组织培养这方面，拢是世界的先锋啦。你若找金蕉，就会当处理掉咱的金蕉的稳定，迄个咱市场金蕉的价销。第二，咱阁会增加伊的迄个多元的利用。哦，欢迎回来到咱的现场。你看到这小可广告才1分钟，但是我为了这顿，赞。所长，你先甲咱讲哈，这摆1、2、3、4、5、6、7，这是什么意思？哦，咱就是一般咱金蕉挽落来是青色，对不？青色呢？阮会经过一个催熟过程，伊催熟过程咱的金蕉的皮会长色，所以会分甲7。所以安尼青小可青，较微黄，反黄，这近黄，就安尼。是。这就开始有拍打。是，迄就是有起斑点嘛。嘿。听讲是起斑点的时阵较甜。上甜的时阵。嘿，佫有芳气上少的。有一种网络顶头人讲，你食金蕉来处这较圆巧的较甜，这敢有影？哎哟，我是感觉各位看一下像这边来讲，
嘿，顶悬第一层是毋是较歪翘？啊，内层吼是毋是较直？啊，这其实拢是共款好食吼，无讲吼外口搁安怎上好食，搁直的搁安怎吼，其实无啦吼。观众朋友，这拢好啦。嘿，唔通你啊，做讲弯的时啊，紧少就要弯啊弯才会甜，无即体啦。哦，另外吼，咱爱一个观念吼，菜椒我头学一字叫菜椒吼，咱遮1、2、3、4、5、6、7吼，都即种较好做菜椒。哦，理论上吼，咱以前拢讲菜椒吼，实际上伊是伫咱讲的主食椒，就是另外一种品类啦。品类对。啊，这吼就是，但是呢，阮本身这个花椒吼，咱叫香芽椒吼。伊这个花椒嘛是会当来煮，啊，但是爱伊伫咧青的时阵，第1级、第2级、第3级的时阵吼来煮，拢是足好食的。哦，我上爱食，我细汉时阵吼，去个真北平啊，金北平哦，迄个北方馆啊，因咧做迄个拔丝香蕉。是。我头一摆戆吼，用这落去做，正间咧外锅起出来不成形，之外个酸个歹食个要死，软，所以就要用这种。对，拔丝香蕉吼，伊就是爱有一种像个番薯的迄个口感，所以一定是第2级含第3级。第2级含第3级吼，伊就是有小可甜，啊有一寡酸气。所以你来做拔丝的那个香蕉哈，是一绝，绝对比迄个马铃薯，也是讲咱的番薯哈，做迄个拔丝更较好食，因为伊有酸气。哦，安尼学着啊！嘿，你紧来排档，我甲你讲。是，我吼去上迄个哦，上啊安尼，来紧来。这里是这香蕉吗？是，我甲你讲，这就是咱的迄个青香蕉。这内面迄就是青香蕉地，嘿，青椒块，你会当食看卖啊？我食看卖。嘿，像迄蚵仔，搁像迄番薯，嘿，搁像迄地瓜，有人搁讲，那足像迄菱角，所以足侪种的，看你食。安尼吼，青吼。有食着无？袂歹。敢若蚵仔番薯，是。哦，这真正蚵仔番薯味。搁像迄菱角，敢若菱角味。搁有菱角。吼，伊真香的，这个香气吼，所以咱这是用菜头粿落去放。嘿，菜头粿内底吼，你就是甲迄个青香蕉地吼，做回内底吹，切的，要做菜头粿的时阵，顺刷我搁加一味啊。嘿，啊，那有烟钱呐？烟钱哦，哇，这烟钱吼是阮迄个青年农民吼厨师研发的。啊，香蕉是多？香蕉因为伊这青香蕉去吼，因为伊的水分会较济，你都无法度保存，所以伊就是用这个青香蕉粉，就是咱用迄个青香蕉吼，直接用低温烘焙之后磨成粉，所以伊的迄个内底吼是有加着这青香蕉粉的迄个做的烟尘。泡粉，所以吼，伊这香蕉，伊这烟尘食起来吼，无啥共对无？较嫩，较袂遐柴，哦，而且嘛，较无遐油呢。嘿，你真正有厉害哦。嘿，我无甲你讲着重点，你家己较无遐油呢。对。这袂歹呢。系啊。这我是啥？这嘛是共款吼。各位看一下吼。这摆我看有内面搁青香蕉有无？这有香蕉地，你食看卖啊？哇！跟外口讲完无共吼，敢若蚵仔。是。那蚵仔讲完。是。会比蚵仔较好食。菱角讲完。菱角讲完呢。个栗子讲完。这其实卡苗真种的吼。对。嘿。这吼，这就是。直接用青香蕉去煮，你食看卖啊？这咱叫青香蕉薯条啊，好吃吗？要求好食哦，真的啊。咱咧吼外口那个马铃薯就去煮吼，
除非放一寡有诶无诶物件，但是这哇，这清芳的呢。对。哇，这真正会通呢。会通哦，要牙齿，搁牙齿会当白啊吼。对，然后是，哦，今仔专家就这个。啊，这是啊，仙女这种啊。哦，仙女要来教迄个观众朋友吼，安怎拍迄个金蕉牛奶。金蕉牛奶。嘿，因为吼，观众朋友定迄个欢迎讲吼，消费者拢会讲，咱金蕉买回去吼，食袂完，要安怎？我当然会教因讲安怎保存嘛。啊，保存有诶嫌麻烦吼，就讲我着直食到回点的时阵食袂完，我着教伊讲回点。回点要安怎呢？有回点的时阵吼，咱就是甲伊皮溜起来以后，切一块一块，一包直接下冷冻。下冷冻有无？啊，你另工要食拍迄个金蕉牛奶的时阵上好用啦。像安尼冷冻起来。免下冰格，免下冰格。哦，加冰沙。对，你若要食迄个金蕉冰沙。你着直接拍牛奶就好啊，1比1。无透水。无透水，嘿。咱来试看嘛，嘿嘿。啊，你若要加一寡迄个卖互伊安尼收浓稠，你着加一寡迄个矿泉水，冰的啊，冰的这个矿泉水，也是比例哈，跟各位讲哈，就香蕉1，牛奶1，啊，这冰水1，拍起来就足好啉吗？1比1就对啊啦。对。文化型台湾变就厨艺教室呢。差不多，差不多哈，对，个灌进去，来，水，好 ，OK， 应该会使哦。好，这台湾牌啊，嘿，酥张牌金蕉冰沙啦，来。这是阮嘛是讲香蕉牛奶或香蕉奶昔哦，这很起来就香的咧。对，因为这就是金蕉已经有回点嘛哈，是上适合做的。各位哈，可能去东京哈，伫个街头哈，香蕉的街头哈，很多卖这个香蕉牛奶的哈，就是这个用这个有斑点的香蕉来做的，是不是黄金比例？哇，飘起来。飘起来了哈，有影好啉呢。是啊。哦，1比1，225，对，还是加变格。嘿，对。啊，这哪有茶包？哇，茶包哦，茶包讲到重点嘛吼，嘛是咱一个足好的一个产品吼。这就是咱的金蕉花，金蕉花，各位有看到无？这个。球啊，嘿，熊花包，啊，这是它熊花。啊，咱吼伫东南亚因会起来吼凉拌，像迄个豆芽菜同款安尼切，好去凉拌。这我有食过，你有食过哈？好，啊，阮唔是，阮起来吼砍瘦，用低温干燥。就是这吗？对，就变安尼。啊，这不是泡茶？泡茶。哦，这就好呢。这民间吼食足济呢。啊，因为有人是去客庄吼，有人落去泡这个。因为吼，这就是讲伊这香蕉熊花包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可以抑制咱讲的什么2氢睾酮素的生成，就是会让这个就是会抑制那个射腹腺的肥大啊，所以改善夜间频尿哈。阮拢是泡大概350cc 哈，啊会当冲几啊盖安尼。哦，会当回冲的啊？对啊，会当回冲啊。我真耐泡哦。阮家己嘛会啉啊，小可涩哦。会小可涩啊？嘿，啊有的人无爱食涩哦，你着加一寡蜂蜜。袂，安尼多好，这我啉会去。像我是苦啊涩啊，我都足爱的，所以我啉这无问题。含辛茹苦啦。是。感觉袂对。这袂歹哦，这就是赞。啊，但是这金蕉粉啊，这谁人搁透这麻粉的？哦，迄就是阮食早顿吼，来介绍一个咱青金蕉粉。青金蕉粉最主要的是以富含膳食纤维，又会有饱足感。当然就可以控制体重啊。因为一个重点，这是南投有一个金蕉皮。金蕉皮，青金蕉同款吼。因为咱的
香蕉不一定爱发展讲是用黄香蕉去做加工，咱用青香蕉嘛当做啊介好啊。哦，青香蕉你食看卖啊，这是青香蕉片。想要洋芋片无？你甲我骗这根本就马铃薯啊！唔是，这就青香蕉籽的。真正马铃薯，香蕉籽诶。香蕉。哦，你无看伊的形状？我有看到啦。你有看到无？这内底阁有迄个香蕉的迄个心呢，有无？但是我就抓，这吃来完全唔是你，若无甲你讲，你完全唔知影。是啊。这袂歹，哦，这囡仔食落会健康，咱会放心。是。这哇，这个较健康。各位看者，这有3种的迄个无同的口味嘛，吼。这是啥？这嘛是青香蕉薯条呢，各位会当看。这嘛是青香蕉做的哦，青香蕉。青香蕉呢，切皮以后用真空油炸，真空油炸。70度左右，看好吃无？咸甜。这台版的薯条3兄弟，这个叫青椒5兄弟。这是咸甜的哈。这巧克力。巧克力度的。这阮囝看到已经食到规嘴。是。不吉利哦，我嘛是呢。我看电视的时阵吼，若腹肚枵，我就摕一包开来吼，就开始食，都会饱。这袂歹。佮足健康的抗性淀粉。那这毋是沙琪玛？这沙琪玛哦。对，这是咱屏东介有名吼，就是用烤的香蕉沙琪玛，用烘的，毋是用煎的。一般恁伫个卖场买迄种沙琪玛哈，拢是用煎的嘛，所以伊会有久以后有油耗味，你会感觉迄个味足歹味，感觉无健康，食着无健康。有爱味啦。嘿，有爱味。这拢毋是呢。这完全无，这用烘的。伊内底吼是完全用鸡卵。这内面也有香蕉呢。有，这就是脆的迄个香蕉片。所以迄个用香蕉片。我手机有够巧的啦，因为咱伫咧做迄个香蕉片的时阵会有足侪迄个碎碎的，碎碎的你感觉迄个较无好用嘛，无水啊，爱扣起来，扣起来规包唔知要安怎。去无咯。嘿，这当然是你会当去做迄个商业小包装，去配那个咱的早餐燕麦啦或什么去谷物去配早餐，可是。因为量也不够大，所以我就想讲，这是不是会当来互迄个烘焙的业者直接使用？结果做一届就成功。伊就是把这有无？这内底迄就是入到那个里面嘛。对哦。迄唔那是干那迄个果米粉剂啊，内面还佫香蕉。对。减少你淀粉的吸收啊。这哇就鸡蛋鲜奶没有一滴水哦。这有影好食。这就是咱的就是脆片黄香蕉。拄啊，我青香蕉拢介绍了以后，为这个沙琪玛到开始拢是黄香蕉去做。黄香蕉去做。所以伊甜度，伊免加糖伊本身就介甜啊。这有影，这食落就知。原来啦，他都迄食落敢若加马铃薯的。对。因为迄无甜。这内面咱就知影。无加糖嘛，无加糖。阮最近嘛是有提供迄个航空公司一个航空包啊，因为这大包装无可能伫迄个商务舱啊，互人迄个嘛，所以阮有改到开始飞上天啊，来开始飞上天啊，来，咱来看。咱就甲迄个10公克的迄个小包装伊就较方便啦。哎呦，开始出国比赛啊！安尼开咧就介方便，一届食完唔免用夹链袋佮甲伊缩起来。安尼拄好，我拄啊，公器私用。哇，这咧？这是嘛是手上就是做爆米花伊就是有coating那个香蕉的。樱桃这盐。樱桃所以有香蕉芳气嘛。
咱传统的迄个爆米花拢是奶油的味道而已嘛，无其他的迄个啊，所以介一业者毋是做迄个百香果啦，啊无就是做其他的口味即个岐山一个迄个公司伊就用即个香蕉的牛奶的迄个口味啊。嘿，还够有这呢？这是什么？香蕉灰的纯露啦，就是香蕉灰的有那个成分哈，它是可以抑制那个黑色素的生成，就是有美白效果。金盆啊，所以迄时阵吼，我得才会知影呢，所长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我已经迄个啊哈退休。对，我进来。所以迄时阵我就感觉讲，因为我家己嘛爱使用啦，我想讲啊，就无得吼那个化妆品公司用这个当基底，而不是用水，不是用纯水当基底，所以我们是用纯露，用这个香蕉花苞先采起来之后去做纯露。那所有的包括我们的防蚊液呀，或者是拢用这做基底啊，用这个水当基底，然后才去加一些对。原则上就是以尽量天然为主。我都开玩笑说，女生瓶瓶罐罐那么多，男生3瓶就好了。一个洗脸的，一个洗脸的，好慕斯啊，就在这一个化妆水，化妆水喷一下啊，一个是乳液就够了。我你要看好，一个是，不是我唔当喷到防蚊液哈。对，要小心那个灰精落。你小心眼睛闭起来。刚开始新的，我们还有加一些玫瑰的那个纯露了。擦一擦，拍一拍之后加这个乳液。因为我们南部是比较那个热嘛，所以我们没有做的很。我看我看眼头。比较亮，皮肤马上亮起来了。真的吗？看镜头。心肝改亮起来。我怕较红啊，还有较眼头。上后尾一个问题吼，所长你甲咱讲，咱香蕉到底应该安怎保存？我看网络顶头足侪撇步的啦，有的讲啊，澹的即个卫生纸啦，啊，迄个报纸啦，啊，甲包起来，安尼就会当来保存。一般阮买回去吼，我只要到6级，我等到6级的时阵吼，我一定是一条一条加落来啦，保鲜膜给包起来，我啦吼，我都是用迄个撇布无爱的衫吼，就是布甲包起来。包，啊是厚衫吼，爱厚哦，啊包起来以后，我就伫个冷藏啊，放伫冰橱内面啊，冷藏柜，对，啊袂乌去，蔬果不会黑，1个礼拜都不会黑，是因为吼，我甲你解说伊的原因，就是讲，因为咱香蕉伊伫个13度、15度、16度安尼保存吼，伊的皮都会长是盖斑，啊而且会当。下较久啊，但是咱的冰箱的蔬果层拢是5、6度嘛，有时候2、3度，收冷对伊来讲收冷，你冰落2、3天就 OK 啊嘛，7天果皮都还是这个颜色。啊，肉嘛袂乌去。袂，今仔日吼有食有掠，阁有学到新知识。是啊。吼，即咱来看吼，对食找青果，啊会当煮食，啊阁再入这新的这个物件，或者新的概念，啊阁啉茶、泡茶，阁做其他的物件。但是对着咱整个吼香蕉的研究所，咱的使命乃至到台湾香蕉的未来，甲各国的这个竞争，啊，咱的这个黄蕉病，咱黄叶病吼，到底如何？咱小等要来请所长，佮继续来甲咱讲下去。咱头早哇，食到有够袂饱，但是我感觉真侪物件拢毋是甜的，用烘的吼。啊，而且，虽然有敢若淀粉的口感，但实际上伊是抗性淀粉，抗性淀粉，感觉你食到真健康。所以你来开始来转变讲，要来用青椒啊，这尤其是也无色的这个香蕉来做这下加工品，做个假做着，迄是安那是一个想法啦。其实台湾的香蕉哈，恁拢知影嘛？
15000架左右吼。咱盛产的时阵吼，咱的经销量足多。对农民来讲吼，就是果贱伤农嘛。你若讲无去做加工，你会感觉介可惜，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讲，因为青金蕉本来就是足好的物件。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吼，阮厝边有种一丛啊，定风台来啊，拢拍落来，嘿，拢拍落来，一定啦。有时阵吼5分6分，就还未8到8分会当挂，伊就倒落来。你倒落来，伊嘛介可惜嘛。风台台湾嘛常常发生啊。阮细汉拢是摕迄个金蕉吼，直接煮，挂皮吼，煮规鼎伫遐等吼。用沙的对啊，用沙的皮白白有无？混迄个蒜头豆油啊，无就是姜醋哦，有够好食。这咱同时代的，同时代哦，安尼透露年龄吼，真正是。安尼对。所以这开始拓出来，这产品是，我感觉这个商品的这竞争力是真高的。是所以阮是感觉讲咱为青金蕉开始咱就是会当家处理来做加工，因为阮金蕉伫咧分级的时阵，定拢是看外观啦，阮讲外贸协会啦，拢是看外观嘛。但是咱像一般你友善种植啦，无就是一定加减风台来啦，也是讲雨水啦，咱歹去白塘海管理的时阵，加减拢会有迄个批沙拢会歹嘛，所以迄种拢会讲拍甲比较甲死胶啦，比较死胶价值就歹啊嘛，伊个会影响到规个市场的迄个价销佮稳定，会变市草真歹啊。对，所以阮就是主张讲，就是你若青金蕉就会当处理掉，咱的金蕉会稳定。迄个咱市场金蕉的价销，第二，咱阁会增加伊的迄个多元的利用。是，这是一种但是咱也知影讲，其实台湾这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迄咱金蕉实在是迄若是咧做金蕉生意的，大家是安尼，笑口口。这后来菲律宾开始大量来种。这个金蕉，甚至卡勒比中南美的这个金蕉竞争你甲咱讲，咱台湾的金蕉的竞争力伫海外来讲，到底是排几坎的？你安怎来评估？因为实际上台湾的经济为60年代以后，其实是改变了。以前拢以农作物为主嘛，出口介济金蕉啦、糖啦，还是啥物其他的迄个作物、芦笋啊。但是呢，60年代以后，咱台湾的迄个加工厂啦、电子业啦，还是规个拢是制造业，拢是蓬勃发展嘛。所以咱的迄个工资，第一个生产成本工资就起来啊。第二，台湾是小面积，小面积的话，你一定没有办法跟大面积栽培有这个竞争力。人外国拢是。对，所以咱进目前就是外国菲律宾，你看伊拢集团栽培连喷油嘛是用那个飞机在喷。对。采收呢有一定的用那个流笼去给收个洗选厂也是。因为伊这投资拢是国外迄个大财团嘛，包括日本嘛是有公司伫遐嘛所以台湾实际上面临的是小农高成本对，所以你的竞争力一定是较低。这要安怎？要安怎？阮就是目前就是想要讲，当然咱目前的金蕉是以内销为主，外销为辅嘛。那我的想法当然是为加工品开始啊。世界上在创这个加工品，我刚知影，咱过去知影是讲金蕉干啦，煎这金蕉片啦，我嘛唔捌看见因拢咧做啥物，所以我唔才讲咱这个竞争力可能是未来会当向国际性来竞争的能力咯。目前是啦。目前是会当做寡青金蕉的迄个提高伊的附加价值。但是我嘛是足惊讲，因为
台湾开始做找金蕉的加工，人就对啊，人一定会对的。哦，以前吼，咱伫东南亚也是中南美吼，伊迄个黄蕉的迄个黄蕉皮吼，一般来讲，伊拢是用高温油炸。哦，所以伊的口感，你感觉虽然芳芳，但是较甜，故伊有草油味，对。啊，酸果较酸果，啊，咱台湾是目前搁市面上你搁看会到为菲律宾进口的迄个金蕉皮，你看迄个褐色啦吼，焦焦的啊，然后安尼感觉足甜，迄就是用高温油炸的黄金蕉啦，啊无就是用烘的金蕉干。你若去看到迄个伫外国迄做金蕉干的环境吼，你可能无啥敢食，迄规个拢是好型，我看过啊，吼啊拢是，很恐怖的环境啦。家庭加工品质的安尼。对。吼，啊，这吼，所以咱来问讲，咱台湾的即个金蕉的即个环境，虽然过去有即个产业的供应吼，咱金蕉研究所，吼。其实咱在国际上的地位是真悬哦。咱研究这个黄叶病，乃至到讲对着各种的这个品种的这个保养，你甲咱小可观众朋友小点一下，知影讲咱台湾的金蕉的研究在倒一个坎站啊？哦，以台湾金蕉的研究来讲，尤其伫这个品种，啊无就是组织培养这方面，拢是世界的先锋啦。啊，为什么安尼讲呢？我毋是家己伫咧讲操蛋吼，因为实际上，因为阮有一个优势，就是这个金蕉吼，咱历史来讲吼，1950的时阵吼，咱规个金蕉，包括国际上的品种吼，咱讲大麦克这个品种，但是伊袂控迄个金蕉黄叶白1号的生理小种，所以迄时阵规个国际上伊就改品种了嘛，改会当控1号1号的生理小种的迄个，咱讲威廉斯含迄个 Grand Name 吼，这两个品种。啊，真目前这嘛是商业品种，嘛是这两种。主流哈。主流，吼，咱台湾就是北蕉，吼。啊，但是呢，咱台湾上早伫1967年左右，就是慢慢发现有一个叫4号生理小种。尤其台大的苏宏基教授发布了首篇报告，就是说，咱伫金蕉在金蕉园内底发现4号的生理小种。新的，但是新的吼，对阮来讲嘛是介大威胁哦，因为迄时阵阮种的北蕉嘛是无抗啊，没有抗性的话，无抗病性，你种袂可能啊。迄时阵蔓延的非常严重，因为阮讲金蕉迄个黄叶病就是金蕉的癌症，还是金蕉的瘟疫嘛，所以你不得不想方法。啊，迄时阵呢，一定要用健康种苗。啊，健康种苗你早年就是一丛内底伊边啊会有生迄种分芽出来嘛。啊，咱以前就是去挖迄个芽，一芽一颗。一个就是一丛嘛，你要挖到当时。对啊，我想讲嘛，挖到想要靠。有诶，还佫无卜个咧。对，好，所以早年就是爱安尼去吹嘛。后来发现就是台大哈，迄时阵马硕轩教授跟他们就开始还有许俊图教授他们就开始研发说，是不是用组织培养金蕉迄边啊的新材啊遐吼去找伊的分身组织。来做组织培养，就是咱头早去看迄个电视。对，所以你也知影，台湾是上早发现组织培养方式。对，因为咱为了要解决这个金蕉材啊欠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是不是最早有契机？阮的研究，你北蕉无空，要安怎？金蕉研究所就是迄个时间，就是就开始啊。所以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还早在做这个育种，所以这个是契机啊。咱着这属于严重，但是咱确实开始上早来开始做研究。进世界有几个国家嘛是，拢来遮学习，都慢慢的在做这个抗病育种。当然台湾是上早做这个组织培养的迄个一个
机构嘛，哈，所以现在其实你世界上任何这个组织培养的迄个技术，都是从台湾加出去的。对。今日咱安尼行一工了，我感觉咱整个金州研究所根本就是真好的这体验的所在。对生产、对安怎研究、对产品吼，会使来转变出去，大家来了解讲哦，咱的实农教育吼，咱的体验的经济吼。尤其还有观赏性的吼，你像这三椒椒吼，搁伫遮，我相信吼，咱的金州搁有一阵美好的未来啦。是，我是感觉讲，食的人，咱嘛爱负着这个责任啊，好好甲食。对，我会记我细汉时吼，听着一首歌咯，神秘的巴拿那送来的是，这吼听讲是迄个高炮部队啦，因咧唱的歌啦。这首歌吼后来禁歌，煞来改禁了才会当唱。欢喜的战友啊，赶紧跳出来。所以日本人对着咱南国的这金州吼，其实是真好怀念。我希望哦，咱大家台湾人吼，凭着这个金州研究所的精神，咱好好甲食，食出咱台湾金州好滋味。是，感谢咱所长，咱所长其他的这同仁今日咱舞一工，感谢呢。感谢，不客气，不客气，欢迎来金州研究所佚佗。是，阿哥来好佚佗我们的。而且福利社还真济哦，今仔日还冰淇淋还无食到咧咯。等下就有啊。等下就有吼，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的金州研究所。